感恩我们前人开导大牺牲，感谢许多前人辈们为道牺牲奉献的精神。那以及我们前人多位人士的引导，还有很多讲师在后学成长的这一路上给予后学很多的鼓励慈悲。那也要感谢今天我们义和圣堂有这样的一个营队，那也才让后学今天有这个机会站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。那后学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后学在补习团成长的一个经历。那因为后学从大一到就是考上嘉义大学之后，刚好遇到我们的补习团8月15人理补习团，后学是在人理8月15中秋节的时候成立。那也很巧的，在那一年后学刚好考上嘉义的学校，然后有机会就是搭上这条法船。那后学呢，就从大一到现在，在补习团学习的时间大概有7年。那后学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然后因为今天后学的时间只有20分钟，那就是如果时间快到的话，可以提醒后学一下，因为后学不知道就是大概要就是从几分到几分这样子。